最近我睇咗 Leo Nandes 嘅《How to Talk to Anyone》，裏面有好多好實用嘅溝通技巧，有啲我喺前幾集已經講過，例如 Small Talk。今日我想討論讚賞。讚賞喺我哋華人地區入面，其實係一個唔存在嘅名詞。不過我相信，無論喺職場上面，定係同你嘅伴侶相處，甚至只係同朋友出去玩，我覺得識得欣賞對方嘅好處，而且能夠大聲講出嚟，對經營一段關係好緊要。當然啦，我知道讚其他人喺香港嘅職場嚟講真係好唔容易，所以我想先請你放低一個成見，就係我唔需要讚人哋嘅本分。讚美嘅目的係想嗰個人再次做出一啲好嘅行為，即使嗰啲只係份內事，咁樣對方下次就會有動力做好，甚至去諗辦法進步，因為佢哋知道做出嚟嘅事，無論係幾細微，都會有人見到。而且有冇辦法喺日常之中睇到人哋做得好嘅地方，其實係屬於自己嘅修為。不過有時唔係所有讚美都會令人覺得舒服，有啲難免令人覺得好巷，甚至可能變咗奉承，會令人覺得佢係咪有陰謀噶？相反，有啲讚賞你會記好耐。通常我哋覺得好嘅讚美都係具體嘅，比起只係講一句做得好好或者 well done，可以加多少少事實。例如話你用嘅例子幾清楚，又或者只係對住小朋友講一句，你頭先好專心食飯，好值得讚賞啊，會令到對方感覺到自己做嘅事真係有價值，之後有更加大嘅機會去重複呢個好嘅行為。呢一類讚賞，我哋叫做有建設性嘅讚美 （constructive praise）。特別係同事啱啱 present 完，可能個心都仲震緊，去等緊你嘅 feedback 嗰一下。如果你能夠好具體咁樣講，可能係你頭先處理嗰個技術問題嘅方法好精彩啊，其他人真係會記住噶。另外就係成為第一個鼓掌嘅人，你未必係一個管理層，但係你都可以表現自己嘅領導能力。喺會議結束，人哋 present 完之後，你唔需要等其他人首先發言，不如由你去成為第一個俾正面評價嘅人啦。呢一種夠膽行先嘅特質，會潛移默化咁確立你喺群體入面嘅領導地位。書入面提及咗一種讚人嘅方式，我覺得好有趣，就係唔直接去講。例如你覺得一個同事做得好，你未必一定要當面講，反而可以諗下，當你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，你輕輕提一句，佢嗰次處理得好成熟。呢啲說話其實係可以傳返去當事人嘅耳仔嗰度嘅。而且受到讚賞嘅人感覺會唔同，因為當事人會諗，佢喺我唔在場嘅時候都咁讚我，一定係真心話嚟啦。咁樣比當面讚美更加能夠建立深層嘅信任。呢一種方法叫做回音式嘅讚美，呢個名好有趣。佢除咗話俾你聽讚美係會發返去當事人嗰度之外，亦會喺 office 嗰度造成回響。對於營造一啲輕鬆但係又上進嘅辦公室氣氛好有幫助。仲有一種讚美，亦都係玩間接嘅語言遊戲，叫做內嵌式讚美，就係將讚美藏喺對話嘅細節入面。例如唔好直接講，我覺得你 taste 唔錯，而係問佢，呢度附近有邊間餐廳比較適合商務午餐噶？我陣間要見個好重要嘅客，我想聽下你嘅意見。呢種讚美嘅心理機制係對佢品味同判斷力嘅肯定，而且完全唔會覺得好刻意。最後係喺同人溝通嘅時候，不如試下將我去換做你。假設大家傾完一啲事情，達到咗一個理想嘅結果，一般人可能會講我好滿意，但係你可以試下換個角度去講，你今次帶嚟嘅結果好出色，大家一定會印象好深刻嘅啫。當你用你去開頭，對方嘅注意力會即刻提升咗，因為呢樣嘢同佢切身相關。講到尾，我覺得溝通同讚美都需要技巧，但係唔係技巧咁簡單，而係講緊你用乜嘢嘅角度去看待人。當你開始留意人哋嘅美好，去衷心讚賞其他人，唔會用踩低人嚟抬高自己，我諗你會發現自己都慢慢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。今日
日介紹嘅書係 Leo Landis 嘅《How to Talk to Anyone》，出版社係 McGraw-Hill。佢最早喺1999年出版，我睇嘅版本係2003年。如果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令你發個好夢，可以 follow我。我哋下個星夜再見，早唞。